大家好，我係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。自從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嚟，呢條聯通世界嘅紐帶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嘅國際合作平台。而香港憑住一國兩制嘅獨特優勢，一直係連接祖國同一帶一路國家嘅重要橋樑。特區政府一直積極推動香港參與共建一帶一路，當中嘅旗艦平台一帶一路高峰論壇，今年已經踏入第10屆，至今已經促成超過30項合作交易。我本人亦都曾多次隨特區政府訪問團走訪東南亞、中東同東歐等地，推廣香港優勢，親自感受到好多國家高度認同香港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、促進合作共贏方面嘅獨特角色。而作為本地最主要嘅工商組織，廠商會響推動一帶一路合作上，一直擔當住民間外交嘅大使嘅重任。我哋唔單止係香港首批組織一帶一路考察團嘅商會，多年嚟仲走遍東南亞、中亞、中東以至非洲，為港商發掘商機嘅同時，積極講好香港故事。除咗經貿合作，我哋亦透過贊助獎學金、舉辦國際教育展等等唔同嘅方式，促進區域青年間嘅交流，為未來一帶一路民心相通播下種子。面對世界百年變局，加上地緣政治日益複雜，我哋更加堅信合則強，孤則弱。只有透過促進區域合作，先可以應對全球挑戰，創造共贏局面。廠商會正積極拓展香港嘅國際朋友圈，推動香港同內地企業聯合走出去，實現並船出海。我哋更加推出一條龍出海服務，涵蓋公司註冊、檢測認證、品牌推廣、ESG 策略等等嘅範疇，實行以香港智慧結合內地資源，為一帶一路建設注入新動能，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嘅雙重角色。展望未來，廠商會將繼續以民間外交連接人心，分享機遇，貢獻香港工商界力量。期待我哋攜手喺一帶一路航道上乘風破浪，共創輝煌嘅未來。